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，咱们何不去堵别人的门？你出力吗？皇帝来开讲吗？滚！这小子喜欢逗我开心，不愧是那几个老家伙教出来的。悠悠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打败道子的是木儿，打败禅子的是香丫头。这次击退道门和禅宗，靠的全是圣教之力。太学院可真是一败涂地呀！祖师此关是对的，还是早点回山，让木儿登基。既然如此挂念少教主，为何不去见他？有祖师在，我可不担心他的安危，远远看一眼就够了。难道不是因为心魔发作？悠悠，我主持登基大典，届时逆天行必须现身。我知道了。新的大祭酒即将上任，太学院也需有新的变化了。